我都唔識轉，好心機。個錄影屏先成日壞呢種嘞。冇做大聲，細聲少少。好啦，爭邊啫？爭3回，12、5。唔到。太大力啦，唔可以轉木柱，如果唔係真係都幾麻煩。但係如果係咁累啲木柱，下一關一嘢搏死又麻煩。其實主要都係儲2階龍同木妹嘅啫。嗱，話口未完就中式咗2階龍。2個回合，打死2隻先，趁而家滿血先啦，咁樣。哎呀，其實想畫多下做全體攻擊，點啊？好叻啊！真係。係人都得嚟啫，術仔嚟賺自己。我咪要回血喎，哇！爭啲唔記得咗，用唔用黑膠啊？都唔好啦，一陣間個關寒用呢度，自己多啲 combo。再多都要3 combo，犀利啊！真係 OK。哇，好口血嘅喎，幾多啊？個18千萬，數多次先。上次拍片讀錯數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個18千萬10萬。689766血，要一雪前恥，證明我係識睇數字，黐線嘅，數字都唔識睇，仲慘過幼稚園啲學生。不過唔係，幼稚園冇理由交幾廿萬嘅，而家冇咁誇張。好，繼續轉，小心轉，小心回血。小心回血，小心轉。睇下先，其實都唔使用西瓜，我覺得。其實1隻吸血都夠。好，又回。做乜嘢？轉得唔差。諗下我先唔識，咁樣落翻，是但啦。又唔知做乜嘅。哇！真係好厚喎，打佢都打唔死嘅面前。
繼續摸，繼續摸。哇！跟住嗰關好似有啲壓力。唉，算冇理，唔好諗啊！先用唔用啊？唔好回住先，黐線！上，喂！唉，真係邊有咁啊？點啊！嘿，唉，唔知呢度想點？冇心珠，燒下雜珠先。耶！天降心珠，勁啊！冇木珠，麻煩。哎呀，咁都唔死啫！冇一陣間用。做咩唔吸血？你算黐咗線，死一個耶！一個沙伊腳有冇全體啊？冇喎，咁點算？唉，是但。咦？哎呀！咦？唔係，啱個啱。仲唔死 ？Yeah, good, wonderful. Wonderful, wonderful. 回血先，其實都唔使，都贏。唉，嗰粒水珠轉唔到咁渣啫，乜都渣。哇，好勁啊！好，吸血，跟住燒豬。好。嘿，boom，搞定，開心，我好開心哦！
好嘢，有粒石啊，好開心啊！斷斷超稀有原始蒼龍進化素材 ，good excellent perfect。好，我咁錯，冇錯，就係呢一隊過嘅。咁就搭隻山羊就已經可以啦，或者你搭多用雙魚都得，不過我自己鍾意用山羊，因為佢可以即係轉啲木珠出嚟啦，咁又打敵人，因為係水系嘅，咁又扣得快啲。特別係第三關啦，就因為佢都打幾痛嘅，因為打9000 CD 又短呢，得2個回合1個回合咁樣呢。有時如果你轉得唔好呢，就俾佢打死，好似我轉得咁差咧，都爭啲GG啊，爭啲 GG啊，又爭啲唔記得回血，又爭啲 GG 啊。咁如果你轉珠好有信心嘅，咁你可以唔用黑狗咯，擺多隻木屬嘅，嗰啲木白歐啊，好勁嗰啲咧，求其擺多隻落去都應該快過好多嘅，可以。咁就今日係咁多啦，多謝晒，拜拜。